噼里啪啦，冲冲跳跳又来了！今年礼拜来到台南市，除了花开满山的季节地陪读，披到季节富民的梅头，来到台南客家文化会馆，推动3分钟，推下10年讲。除了为所带的小朋友当重视礼拜的天书录像哦。在联系节目当中，你就能看到台南嘅县北国小带来精彩嘅卖嘴法之外，还有插领表演哦。接下来，你大家来欣赏。第一组表演的是细介说单，唐人介说单的小介，本大家对染水海有很好多的认识。接下来，你看下来欣赏佢哋带来的表演哦。县北声音爱读书，染水海孙小上岛，翻包学校青菜佬，见识占到深度啊，深度。大家好，咱下看到界，就是咱讲讲第二世界学校，就在伫咱在世界学校上课，但你本年心情动好，今年咱学来介绍界系，学校选一条充满故事界染水海。从学校大门开始行，行到对面行个图，毋是急救界世界，就会看到两水海界博坑。过来是了只位儿，是老嫩大细运动界好起伏。学校选界两水海为两家入到了位，老台南有亲情界关系，伫了位从东片看过去。蓝蓝介翘翘就是观海桥，个观海桥就是太十七人。恁现就得看得到雾面披露。咱水海对面是台南市安南区北区，安南区是用咱水海做结界。伫了位，你从四片看过去，就得看得到界。咱水海花花界水流。接下来我介绍染水海嘅生态环境，你会看到两位人家为伫海参种作，了着伫台湾海参当本土界树个日听会介绍，了着树个日本人老记按到办牙树，大摆就方便界细节听从爱用到机，用机方式界法律，阿妹讲机细细界细节按到手指甲法。用机风界发现来出手指甲，手指甲就会酱哦。咱水海界生态丰富，海水村有青岛某恐龙界刺物，日本人会注意界海图注意到界枫树芽，了位界枫树芽以海甲当为主，你看哪机会弄出来调太去界景。了位界海甲当唔但常为本染水海界水质变好，对水土保持没有帮助。还有东站界就是有青岛拍壳哥，鸟跳跳会来做掉，大摆来就会看到拍壳哥，伸出拍顺顺界的感，欢欢喜喜来寻哦。你下望下来介绍，我最爱看界钓鱼是创脚个，佢是四草界宝贝钓鱼，接上来咱水海侵蚀老了。同阿妹讲起，原来是人天杂来界人客，因为因哋俩位环境侵入和侵蚀，就按样伫俩位带下来。你看界拍拍界无线，无索索界入家。同风小界脚，其行路界知识色彩很强哦。你看从两片看过去，会看到因哋县北国小界学校地图，那就得看到爱博下大地界两栋大了界挑战，
平常日，我最后老阿爸来博坎去试行车，我袂对这位去到咱水海界每行。日路咱水海陪我慢慢去，我陪咱水海发发热流，顺沙谈起讲日早现世界故事。我介绍到了，希望大家长来了。前北国小草营队，我们都是真功夫。他们现在做这个动作哈，这个招是电风扇。那电风扇做的时候，基本上两只手的姿势要很协调，然后呢眼神要很专注。如果没有的话，很容易打到自己的身体或打到自己的手。我们咸北国小扯营队今年成立已经第8年，那每天练习的时间还蛮长的，早上、中午甚至有时候是放学后。那小朋友的练习很多都是自发性的练习，基本上有的一个招式可能要练持续练1-2个月都有可能，练到有时候常常会因为一开始比较生疏嘛，很容易受伤，所以这个其实可以磨练孩子的抗压啦。那打到一开始有的大概就是有的刚开始会哭啦，保健室到后来他们觉得这已经见怪不怪了。我常跟小朋友讲，就像谈恋爱一样，你那个练到都练不起来，练到手都伤，练到很痛苦。我说，当你练起来就觉得很刻骨铭心，你就不想放弃。所以练到真的很辛苦，然后可是他不放弃，他练起来，他就觉得终于被他练起来了。其实那个过程里面，他们觉得虽然很辛苦，但是练起来真的很值得。我记得有一次很有趣的经验，那个有人的扯营滚进去运河里面。那端午节的时候去运河表演，然后有人的扯营滚进去运河里面，而且也真的跟他沉下去。那是一个那个龙舟表演的活动那一次那个刚好我们还没到晚会的时间，我们在旁边彩排，彩排的场地也不是很大，小朋友就把它丢可能没有注意就把它丢到运河里面去了。那又到运河里面去就直接沉下去了，所以小朋友可能觉得这样还蛮好玩的。那就跟屈原投江一样。我小学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那个扯铃扯一扯就滚到那个，我记得印象深刻是去曾文水库表演，那个扯铃就滚到桌子底下去，我就冲进去捡，就被一个阿嬷骂要求吸音这样子，其实那个东西那个情况都很多了。现在小孩子比较少了，因为现在小孩子不像现在的扯铃都已经改良到非常非常好了。以前小时候都木头的，所以才有这么好玩。以前我还曾经在自己家里木头扯铃一抛上去断掉，一边屋顶飞一颗，然后还爬楼梯上去把它剪下来。我常给小朋友炫耀说，老师手上的茧都还留着。现在小孩子比较少了。这个扯铃是在刺激小孩子手眼协调，因为他手要动，眼睛要动，所以多练其实对孩子的那个平衡眼睛都是有帮助的。我常常跟家长说，现在有多少东西可以让你孩子去吃苦练一个东西搞不好就说不要练了，不要练这么辛苦还要练。可是我常常跟家长说，你有时候看到孩子在做那种挥汗的动作，你要感动因为表示他真的是很坚持小朋友用下课老重要的时间，上网练习也经验来的比赛当中，嘛得到当多好的成绩。稍后啦，你强下来欣赏703带来嘅精彩表演哦。